隨着每年1月中旬，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民調接近，立委林俊憲發揮多數黨籍議員小挺優勢，最近陸續成立後援會，營造勝選聲勢。7號後壁後援會由議員李宗翰發起，號召3000多名鄉親到場，凸顯伊佇溪北的高支持度，包括保教名師呂捷、庭省後援會營務會長賴美惠等人攏到場，場面盛大。台南上河，林俊憲。台南上河，林俊憲。台南是咱台灣文化的首都，需要一個更較在地、更較愛咱台南的人來為咱守護。所以，佇初選的時陣，咱佇議員支持咱宗翰啊，佇市長咱支持咱的林俊憲，安尼好無？好。是咱大總統佇中央咧做咱上懸的指揮官，希望要甲咱台南打造好起來的時陣，咱有一個佇地方接袂起來，咱上勇的市長啊，甲大家拜託，咱的林俊憲委員，拄則我講的，伊攏知影。伊甚至連咱照顧時代要設真濟福利政策，伊嘛攏想甲到；照顧時勢要補助咱生育補助，甚至拍疫苗，伊嘛攏有想清楚。所以今日來到這，感謝大家的收聽。我相信咱的俊憲更較有信心，宗翰嘛更較有信心，咱的溪北嘛一定會有信心。大家講對不對？對。會中立委林俊憲除了回顧淹水甲風災對溪北的衝擊，伊點出協助災後復原、治水工程等作為，嘛主打社會福利政見，拜託鄉親為伊支持。我民進黨的初選提名甲大選無共，原則是你愛比賽啊，佇民調迄一日，啥物人的支持者較濟，你屬於固定。我要拜託大家。互俊憲一暝4點鐘的時間就好，咱就會當創造新的台南。咱來小拜託，我來替大家顧老人顧囡仔，啊恁只要替我顧電話就好，安尼好無？好。立委林俊憲預計1月佇新營、永康、安南甲市區，閣再舉辦4場大型造勢，全力拼初選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